本王微服私访，竟然遇到贼，将我随身的玉佩偷走。吴大人，这京畿重地你的管辖之下，你这差当的是真好啊！下官治下不严，还请殿下恕罪啊！就是这个区域，希望吴大人能尽快封锁区域，逼出贼人。画像我已找人画好，你下去领了便是。是，下官定将罪犯捉拿归案。大人，我看二殿下有点奇怪，不说搜人，只说围住这里，逼住贼人，感觉意不在此。管他要干嘛？他说封锁就先封锁，不仅要封，还要封大一点儿。你……我去前厅。我去厨房。你在那边？对，那边。我在那边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出去冷静冷静，冷静冷静。公子，哎呦，我可什么都没瞧见啊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公子，你看你这怎么了？不做了不做了，啊！今天没手感，我要出门逛逛。啊？不是。能封道啊！现在这世道可太乱了，还是小心点好。我今天还要出城呢，这下可出不去了。这画像上的人怎么跟唐风看起来有些相似？官差大哥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这画像，唐云又出招。官差大哥，可还有更多的消息？听说上面要抓的是个江湖大盗，那人武功了得，杀人无数，
偷了重要人物的玉佩，并且被人围堵并受了重伤，在长林街凭空消失了，上面发了大火，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。据说此人面如冠玉，翩翩君子的样子。这结婚了，我还等着出城。赵老板还等着呢。这个贼人赶紧抓到，这不一颗老鼠屎，耽误我们大事儿啊！这位公子倒是有几分相似，只不过那颗大痣没有。非也，非也。这画像与唐公子看着有7分像，该不会他就是这个江月大盗吧？啊，这么说来，唐公子好像也是差不多时间出现的。他确实给了阁主一块玉佩，要不然咱们报官吧。报官，报官，报官。报官。你们这些小脑袋瓜装的东西还挺多哈，有这脑子怎么不想想如何好好做生意啊？哎，就说说嘛。说说也不行啊。哎，你们看啊，这痦子，唐公子脸上有吗？没有吧？再说了，唐公子来了之后，咱们生意才变好的。如果真是大盗，你们一个个的脑袋还能留着吗？那个画像到底会不会危及唐风？要不要跟他商量商量，暂时躲起来呢？老天爷，希望唐风不要有事，希望畅音阁不要有事。这封路闹的，生意根本就没有。这封路的事，肯定是唐月暗中使唤。此事因我而起，畅音阁虽有起色，但经不起折腾。我得想想办法。风鸣这几天茶饭不思，别路还没开，人先到。这个状况能有什么办法呀？鸽子。走吧，别憋着了。你是不是一直想问我怎么赚钱？没有啊，这儿空气挺好的，而且就这么散散步也挺好的。不瞒着你了。等一下啊。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？
把墙壁成霜，看星星似雨落盘无声回响，相思成时光。回家好好研究一下鸽子计划。有心这人间难和你遇上。研究一下鸽子计划。似飞蛾轰烈扑火，荡气回肠。要全心投入书写，绝没篇章。像短暂的夕阳，温柔的辉煌，要永远温暖留在我心上。只要能永不负真心，也一生不相忘。我只要此刻你在我身旁，我奢求地老与天荒，一抹秋晚养歌千日，用歌一时，全靠你们了！大伙去吧！短暂又何妨？过爷，这果子得送出去。好说好说。哎，鸽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唐风，你听，是不是鸽子回来了？你听错了。阁主，鸽子飞回来了！鸽子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！来，长弓折桂糕一份，原味斑斓豆酪各一份，荷花琉璃果子一份。这回你不用担心亏多少钱了吧？封路的官差已经让李满打点好，咱们可以随时开始送货。哦。畅音阁开张送货！这样我们就有很多的订单了。13两又80文。阁主，我们这回终于赚钱了。前阵子我还以为我们畅音阁要倒闭了。呸呸呸！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，快摸木头！阁主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次多亏了唐公子给阁主帮忙，所以你们进展到哪一步啦？你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。对了，这几日我清点鸽子的时候，发现每日都少了几只。今日你清点了吗？今日还没。1、2、3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人出来找鸽子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喂，你俩在这儿你侬我侬的，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？上！伤害我们家唐大厨，饶不了你们！给我打！敢动我哥，还真是找死！你受伤了，慢点走。我没那么娇贵，就是一点皮外伤。唐风，对不起啊，要不是为了保护我，你根本就不会受伤的。这点伤算不了什么，只是下回你不准一个人行动，太不安全了。好。置身险地。今天这个事，我觉得是贾缺德干的，我都忍他一。你说我哥他是不是变了？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让自己置身犯险，这女人竟然有这么重要？那他为了这个女人，岂不是更回不去了？殿下，不如属下去把那个女人……你除了动粗，能不能动动脑子呀？
看来他们已经开始用鸽子做买卖了。既然如此，俸禄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反而还会给这女人带来致富之道。去吩咐京兆尹，俸禄的事到此为止。是。欢迎各位老板一起使用飞鸽传书。虽路障已除，但使用飞鸽传书可覆盖全城，扩展生意，实现双赢。掌柜的，放心，我们这回找更多人把鸽子给打喽。打什么打？你还嫌不够乱啊？你不知道那个丫头搞了个什么结盟？我的娘家二舅爷的成衣店，二大爷家的米店全都加入了。你这一通乱打下来，你能分得清这是谁家的鸽子吗？到时候他们全都来找我算账。即日路障解除，城中百姓可自由行走，可算解封了。开走！快快快，我赶着出城送货呢。哎，你去街角找那个瘸子阿四啊，你就告诉他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虎子，这盒果子可是送给京兆尹二夫人的，千万拿好了，路上小心。去吧。拿好了，早点回来。哎呀！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紧啊？别摔坏吧。慢点啊。夫人，少英阁送糕点来了，这是老爷特意给您订的，可是新品呢。来，乖乖，你先吃，我家乖乖最爱吃这个了。你先抱下去玩吧。继续羁押，以观后效。大人，勿再多言，退堂。小虎说了，那日他送果子，被瘸子阿四撞了一下。这瘸子阿四的下落，我估计有人会知道。
到底什么人竟敢如此加害皇兄？属下正在查，你务必彻查事情真相，将下毒之人抓住，不然皇兄猜忌，反会伤了兄弟情感。是。咋样了？我要买剪刀，生铁铸造，